好，我来看这盐水大饭店的导演郑文东甲林志如，因是摕到迷你剧集的电视电影的导演奖。这郑文东是以台语来发表谈话，讲真感谢公司台语台，也佮有工作人员甲演员的付出，而且伊嘛讲，这咧拍片的时阵有影是真辛苦。多谢公司台语台，真正无恁就头坚持到尾，无可能拍得出来。 非常多谢，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勇气啦吼。多谢我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这一定要讲，因为大家无一直在听吼，这个拍这个戏嘛是水深火热啦吼，就痛苦，就辛苦啦吼，就辛苦。一定要感谢所有演员，嘛感谢我所有的厝的人，还有导演。 我这老朋友伫陪伴吼，嘛拍袂落，非常谢谢。两个老灰阿郎啊，我们两个老头子加起来应该有130岁吧，快到130岁。可是，在现场，我觉得年龄不是相加，因为我们两个老头子在一起，我的任务就是激发出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的拍片魂。 郑文东是强调，伊这出戏原本的作者陈静之甲角色的原型戴锦瑶是为民主来拍拼，甲这记录留落来。伊多谢所有的民主前辈。原来盐水大饭店，伊是真实的故事来改编的。这主角戴锦瑶是伫美丽岛事件过了，互人掠去关。伊伫咧坐驾的时阵，考生这家家的生活就是食3顿配盐水，有影是盐水大饭店。